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偏澳渔船摆鱼案去互中国海警船扣押，国安局长蔡明安讲会尽速处理，美国嘛表达关心，希望和平解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要审选罢法的修正案，哪里拢动员对徛理事会议是无法度进行。台积电今仔日开盘虽冲破1000块，带动台股指数创新高，收盘收伫咧1005块，市值嘛突破26条。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偏澳渔船大金湾88号摆鱼案去互中国海警船扣押带走。国安局长蔡明安表示，这案确实是较无事实，政府会尽速来处理。另外，蔡明安讲，中国安尼做是要展现因对台海管理权，挑工要剥削咱台湾的主权。那美国也表达关心，希望和平解决。确实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在处理上会非常的谨慎。国安局长蔡明安讲，偏澳渔船大进湾88号，和中国海警严船扣押带回真无平常，也呼吁渔民进入敏感水域爱提高警觉。分析中方安尼做的目的，可能牵涉到法律加政治层面。透过这样的一个于事的一个扣押，还有一个可能后续的一个行政的裁罚，来展现中共对台海的管辖权，弱化政府的一个主权地位，有没有相关的认知作战的操作或微波效应的处理？那我们会做个完整的分析，再来评估中共实际的动因。跟对岸交涉的进度到哪边可以透露？谢谢，我们必须要对立法院先负责，不好意思。中国国台办表示，这个事件是正常执法，被依法依规定处理。陆委会面对媒体的询问，加中方沟通的进度，嘛是无加讲。美国白宫加国务院也拢出声表达密切关心，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On the fishboat, we're obviously closely monitoring the incident,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We encourage both sides to maintain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o they can get to a resolution here, and that's what we call for. 咱国防部公布车衫规工查到8只强舰、30台强机绕台，其中19台飞过台海中线，离上近的俄罗片有37海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警船讲，咱伫咧禁止掠鱼的期间，违规使用拖网啊，都甲偏澳渔船大金湾88号的人甲船拢押回去福建。即阵船头家甲咱的渔业署拢背回讲，渔网啊有符合台湾的法规。那渔民是批评中国甲偏澳的渔船扣去，说故在因家己的渔船爬过界来台湾。规项全部大陆的拖网啊！渔民看到中国渔船伫咱国海域掠鱼，当年5月到8月中旬是中国的休渔期。偏澳渔民说不时看到中国渔船过界掠鱼，甚至佫会使无准名、无准号的渔船来闪对查。保持无对遐的借户，伊支付拢会业绩较侪啊。伊暗时无看到，暗时你 AIS 无开吧，你无法通辨别啊。含阮都无法通辨别，阮船好除非船有雷达到法通辨别。海巡上过界的无牌渔船要求对方把鱼仔放入海，中国无牌渔船继续伫咱国海域乌白掠鱼。海警船7月初2说讲休渔期间，咱国渔船伫禁区违规使用拖网，涉嫌非法掠鱼，扣押大金湾88号。互渔民质疑2种标准，船头家甲渔业署嘛澄清讲，渔船拖网符合台湾的法规。它这条船的渔业执照登载的经营渔业种类是拖网。依据我们现行对拖网的管理规定来讲的话，拖网只要在我们的禁渔区以外作业都是合法的。海巡署统计，2003年到今，咱国拢总有3案，14只渔船互中国定检扣押，11只入号款了后有放回来，另外6只经过协商交海巡带回来，也大金湾88号封扣押。船长甲4个船员今嘛扣伫咧泉州海警局。农业部表示，已经透过陆委会积极救人，嘛提醒渔民注意海上的作业安全。记者偏澳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要审选罢法的修正案，哪里拢发起动员。民进党的立委是占领主席台，双方对徛，理事会议是无法度进行。落尾内政委员会调委高金素梅只好离开。那拿赢的总调鲍坤琪和内政部长刘世峰是一句来一句去，拢无要小娘。虽然今天没有坐上主席台，但是我在这里宣布议程，我们开始开会。
吕董召内政委员会调委郭金素梅破病要是出席，报社话咱开始开会，不过现场要是规个乱糟糟。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原底初时要开会讨论，敢是应该爱调办罢免的条件。国民党团用安尼发动甲去动员，不过民进党立委透早嘛发动甲去动员来反制。8点半之前就到位接领主席台。不要没收原住民的投票权，不要没收原住民的投。拿着个人发口号，举牌仔对徛。民进党批评讲，抢救吉人市长赵国良唔免遮尔着急，规个党救一个人，刚讲过去服务无约半点钟的闹剧又搁要发生。这么仓促的状况之下，就要急着开会，急着宣读所有的议事程序。国民党又要上演过去服贸半分钟这种闹剧吗？不会抢议事路，不会抢议事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指控民进党立委张宏禄家己私人权的资料抢去，而且甲民进党立委王美惠两个人起卡动手。那亚总调鲍坤基嘛，伫立法院走廊，甲内政部长刘世芳一句来一句去。执政党为什么可以霸占？我跟原来的态度都一样，一样态度，公开来讨论，然后大家凝聚社会共识。公开呼吁赖总统不要用暴力的手段对付在野党。今嘛有风声讲，国民党团的态度向向改变，按算无要典当罢免的条件，该采用民众党的意见，甲重点放伫安怎互罢免的联署制度搁较周知。就像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是讲说要充分的讨论，那我们今天也是依照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凝聚共识。这是国会的民意的殿堂，我们再次表达，国民党没有预设立场，没有要通过任何今天要求一定要通过任何的法律的修正案。罢免法修正草案，柯武金版本主张讲，就职无满1年的人，袂当是罢免的提议甲人数以外，嘛增加罢免同意的票数，超过被罢免人当选得票数。不过早起议事是规个重点，无任何进度。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审选罢法的修正案，引起热烈对徛。到底这选罢法的修法是要改啥物？现行的制度和修改方向，敢会影响咱人民发起罢免的权利？今仔日解破新闻，咱就请尚莹甲咱细分明。尚莹。是主播，解破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这个公职人员选罢法到底是要改啥物呢？这就是咱今仔日要来关心的议题。先来看到现行的制度有3个重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讲这个公职人员若准是就职无到1档，安尼是袂使罢免。咱若伫咧罢免的时阵，这个同意票的票数一定得爱坐过无同意的这个票数。另外，这个同意票的票数一定得爱满原本选举区选举人数的25%，也就是4分之遐尔济。其实即马立法院若力白赢3个阵营，因对这个选罢法的立场拢无啥共款。咱就先来看国民党，因是希望讲，除了就职无到1档袂使罢免以外，这就职1档内嘛袂使提议罢免甲联署。另外呢，伫咧罢免的时阵，这个同意票得爱坐过迄当阵的当选的票数。这呢，民进党因甲民众党另外因是2个党拢是无希望讲来改变现有的制度。咱就先来看这个民进党，因其实是有提出一寡改善的做法，譬如讲这个提议罢免甲联署的时阵，得爱先看身份证发证的日期。是安怎要看这个发证的日期？就是讲一定爱确认真正有影有理这个人，而且是满20岁，安尼才会当来登票。也若准违法，伊嘛希望讲会当来受罚，上久会当关5档，而且是罚到100万遐尔济。也若民众党呢，因颠倒是较无啥物较实际改善的做法，颠倒是郭文哲伊是有点出一个问题，就是讲其实国政党因是会派一寡家己熟悉的条仔卡去抄名册，所以真侪人是唔知头唔知尾，就雄互人避联署。这也显示讲现有的罢免的制度，其实也阁有真大的改善的空间。也若今仔日这张选罢法，到底敢有法度讲出一个结果？其实目前哪力2个阵营因是无要上量的，甚至阁风声讲，这个国民党因有可能会另外找一个所在来开会。上新的消息，台记台就随时为您继续来掌握。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通以后主播。
是咱感谢双营详细说明。继续关心政治，这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讲，家己30当前甲台湾红菱果馆一切几纳节炸转去越南境，这款讲法是引起争议。麦玉珍今仔日就出面回释咧，讲伊会甲家己的经验讲出来，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咱台湾有真侪移工甲新住民，因为无了解法律，就会炸违规的物件出入境。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家己讲，捌甲台湾火龙果切机炸转去越南市境，这个风波继续的议论。麦玉珍搁再回释咧，不过伊讲这是30多年前的代志，迄个时阵家己毋捌代志犯错。不过民进党立委是一直口说，搁讲要保护台湾的火龙果。30几年前，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觉得是我错了，就那时候不懂得犯这个错，跟大家道歉。也没有党团干部在委员会开记者会，立法院从来没有过。立法院什么时候党团干部用委员会开记者会的？不要出卖台湾！麦玉珍阁讲，真侪移工新住民拄来台湾的时阵，无一定会当理解相关的法令，可能会想要炸无符合规定的物件来台湾，也是要为台湾回国的时阵炸违规的物件转去，会甲家己亲身的经验讲出来，就是希望会当做一个示范。很多就是因为不懂，刚来台湾的啊，移工新住民，还有就都带了一堆东西带过来，用我的提醒大家。农业部呼吁国人，台湾的品种是农民真辛苦培养成功的，希望会当确保台湾的优势，唔通随便把台湾的种苗炸出去其他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 ADR 拜三伫咧美国起3.86%，收伫咧美金182块4，这也带动台股今仔日大起。台积电今仔日台股开盘就冲破1000块，台股的指数嘛创新高。台积电7月18要开实体发说会，业界认为2奈米先进制定的需求超过预期啊，这发说会行情嘛提早启动。台积电今仔日早盘就起21块，直接冲破1000块的关卡，收盘是来到1005块创新高，市值嘛突破26条。佮加上其他的电子股，包括鸿海、联电、广达、佮大立光在帮助之下，台股今仔日是起350点，收伫咧23522点。再来看辉达、超微这寡国际大厂拢要来台湾投资，不过供电的问题是一直拢有争议。亲像昨下晡，这咱台湾的用电量是日来第2悬的，不过备转率却无到10%，这代表供电其实是真难倒。不过台电表示，因有有备的基础，供电是绝对无问题。大日头一直晒，唔但温度真悬，嘛带动最近台湾用电量升悬。敢若初2甲初3这2天，台湾用电量都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初3这天，点开台电的官网，供电的状况都黄灯，显示供电真暗。因为它发生在尖峰点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其实太阳光电的贡献其实一直都存在。那即便昨天的这个尖峰负载是落在的比较晚的接近4点，那太阳光电其实它也贡献了。那另外就是它整个我们的备转容量率还是贴近10，有将近快400万，那非常的充裕啦。根据台电指出，7月初2下晡1点52分，用电高峰来到4118.1万千瓦，创下历史用电的最高。备转应用率还有16%，到供电充足的青灯。若是初3用电高峰是出现伫下晡3点46分，来到4087万千瓦，用电量是历史第2悬。若是备转应用率较无10%。台电是讲，这是因为太阳光电发电比初2减少230万千瓦，预定初4最高用电是4120万千瓦，备转应用率是11.04%。只是看国际 AI 大厂辉达、超微，未来若入来台湾了后，用电量阁增加真济，阁加上核电陆续度役，安尼台湾供电问题会阁引起大家讨论。大幅度发展的时候，整体用电量就会快速上升啊。那到时候我们的准备是什么？我实在是看不出来。政府这一端应该务实的来考量。在野党如果今天提出了修法，而且如果修法也通过了，那政府这边呢，执行单位、行政单位这边呢，
也应该要能够按照新修订的这个办法来执行。台电表示，预估7月全个月日尖峰备转应用率是10%，暗时尖峰维持7%。不过专家是烦恼，若是暗时无太阳光电，万一会当用的备转机组数量无够，国家机组若是无长期故障，安尼可能都要进行限电。记者综合报道。代替的花莲河津站到中德站报道。来看婚礼的查缉队伫嘉义水上乡的山区，抄到一间废掉的仓库，其实是做私婚的工厂。现场查扣7900外包薰，各种薰草，佮有包装的机器，市值是差不多1200万，目前是拢已经移送法办。婚姻查缉队接到情报，一路对去到嘉义水上山区的这间废料仓库，查到私婚生产工厂，查扣各种分尸、薰草、薰叶啊。这50岁细库的嫌犯是利用废料仓库来做暗号避对查。本案犯罪模式系以肥料名义进口腌尸下脚料，分散至全国各地偏僻的湿腌工厂，添加香精，进行口味的调配及包装，再以半自动化卷烟机卷成成品香烟贩售。查缉队表示，这案是今年警方分署查到第8间私婚工厂，大部分拢是用分尸等等人做婚春的材料回收拍来，予私婚工厂制作。那环境垃圾佮检出带有钞票，对人体会造成严重影响。现场查扣各式腌尸烟草，共计3吨零350公斤，包装机3台，包装膜1批。各式成品香烟7915包。查缉队表示，这原料甲半成品大约当做17万包的私薰，估算差不多达1200万。专案依照违反分酒管理法，函送主管机关甲县政府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万大线第1期工程为中正纪念堂到土城金城机场，今仔日举办台北市区磅空拍通典礼。隆重要拍通10条磅空，预计2027年完工。开大红布幕见证捷运万大线第1期工程台北市区段磅空贯通，为中正纪念堂站到土城机场，全长9.5公里，总共9个地下车站，一个机场甲18条尖盾磅空。目前第1期施工进度接近75%，不过拄到疫情欠工欠料，也佫发现不明地下障碍物，弄予工程人员是真辛苦。那因为这个万华地区是这个古河道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大型管池，也有很多的林木所以常常会塞管。那我们用修改出土方式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让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到市地质有沉积土、沙层甲黏土层，其中也可能有石头甲水流茶，造成施工困难。市长蒋万安特别来巡视，感谢工程人员24小时直接施工无休困，也代表台北市区段总共10条尖盾磅空全部贯通，经过台北市中正甲板甲区的万大线，佫达到一个新的里程。捷运网络的兴建，这是首都生活圈非常重要的心血管，我们必须要即刻的打通，而且不只是看短期，我们是看未来的10年、20年，从现在开始要打下深厚的基础。第1期工程按算伫116年完工，第2期工程也是未来10年台北都会区上大工程之一。另外一边，新北市区段尖盾磅空也按算会伫年底进行贯通，完成北北投都会区交通的网络。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发布相关的管理办法，要建立各类资源减碳交易的市场机制。预估8月中施行，碳交所上紧伫9月底会当进行各类头一笔碳权买卖。那碳交所即阵嘛和 CFA 协会签合作，要加强人才的培育。永续减碳变成即卖显赫，正在企业迈向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 ESG， 但到底变怎做？市面上相关课程大量出现，受够专业无？或者台湾碳权交易所甲成立60多年的 CFA 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要替国内培养更较侪加强 ESG 投资与企业变迁风险管理的人才。现在市面上呢，其实呢是乱象
蛮多的哈，引进这个国际级的机构呢，能够来把这个市场呢，能够让它能够导正。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课程，是从不同市场里面对于 ESG 的那种原则、基础的实践经验分享在那些案例当中。金管会指出，国际货币基金 IMF 有估，到2030年，全球开伫永续项目个企业变迁减慢顶头，大约是2兆美金。这么大的资金是要安怎投资加科专业？这嘛是目前企业所面对到的问题。他们共同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人才。他们觉得面对这么多的议题，大家要懂很多，所以其实有一些知识跟能力建构上面的落差。最近环境部已经发布相关管理的办法，预计上紧9月底会当伫碳权交易所进行国内第一笔碳权买卖。碳交易所表示，目前正处减碳是国际上普遍认可会当甲碳移除上有效可行的方法。互看做是拿碳的红像拿更加是正红的项目。碳交易所嘛依循安尼需求。记者林正明、周良祥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咱台湾有一个旅行团伫韩国出车祸。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旅行团坐游览车，结合一台轿车撞到，有一个台湾旅客即目尾是刺着伤。出团旅行社伫第一时间有回报台湾的关公司，游客是轻伤无大碍，已经换一台车继续行程。游览车和超过中线小客车弄掉了后，头前冒入去，小客车是车头用要转毁。这车祸发生在下3中昼左右，台湾旅行团坐车经过古济市发生车祸，游览车顶员一个40多岁台湾旅客受伤，领队马上联络当地警局，各带团员去看医生。小客车跟游览车对撞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情形，马上就是陪同这位旅客去就医。那目前所有的旅客都已经继续他的后续的一个行程。关公司表示，这一团由东南旅行社办理的火山团，含领队有19人，旅游时间是为这个月初2到初7。但是发生了后，有10个受影响的团体到病院检查治疗。其中一个人目睭边刺伤，较真伤势无要紧。旅行社已经换游览车继续行程，因为旅行业者有照规定投保，相关支出确定拢有保险来理赔。我们旅行社的那个保险会有包括意外啊，或者是不便险啊，或者是伤害啊等等的都会做处理。的就医都可以有保险来支付吗？对，没错。多是hiệu大旅游大会旅行工会提醒民众，对团的时阵选择合法的旅行社，业者受关公司的规范，拢会替旅客投保，必要时阵应申请理赔。但是自由行的旅客，应就近向外交部驻外单位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西洋有史以来头一粒伫咧6月就出现的5级风台贝罗，虽然目前已经降到4级的程度，不过威力同款真强。伫咧加勒比海上无就造成7个人死亡，灾情是真严重。加拜加就宣布实施宵禁，因为这风台有可能会扫入去美国的德州，当地是进入去戒备的状态。强风佮大雨，伫牙买加首都金斯顿郡甲原本是5级大风台贝罗，前后扫过巴贝多、加咱的友邦圣文森，还有圣卢西亚甲附近的格瑞纳达，造成岛上灾情惨重。格瑞纳达总理表示，卡里亚库岛伫半点钟内扫走平地。虽然贝罗已经减弱做4级大风台，不过风速悠缓高达每点钟225公里，已经对加勒比海地区造成真大影响。As you can also see, Beryl is centered about 265 miles to the east-southeast of Grand Cayman. So the Cayman Islands are sort of next in line for seeing significant impacts. And again, Beryl's moving west-northwest pretty quickly at about 18 miles per hour. 牙买加面对大西洋史上上早形成的5级大风台，也是超过15年来扫过当地上强的风台。牙买加初314全岛宵禁，总理阁宣布未来7天，规个牙买加拢是灾区。Hurricane Beryl is the earliest Category 5 hurricane on record. It highlights the growing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global weather patterns, particularly o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like Jamaica. 气候变迁和海水温度升高，也和大风台更较侪，因为有报指出，
八罗会直接扫过墨西哥湾，度假小镇坎昆有真侪游客赶伫大风台到位进前，坐飞机离开。当局也出动伫海捕抢救海龟的人。De playa que abarca nuestro campamento tortuguero. Específicamente en Playa Delfines, el día de hoy estamos resguardando 93 nidos, que son aproximadamente 10.400 huevos de tortuga. 而且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 NOAA 个预测，贝罗可能伫这个周末扫过墨西哥湾西南部，搁伫墨西哥东北部登陆，恐惊会攻击美国德州州长艾波特已经指示应急管理部门制定灾害应对的计划。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镜头讲来到国内，这后纸才拄开始无几天，就传出高中生毒水的意外。昨下晡，桃园有一个高中生甲2个朋友去台北的新贵沙埔耍水。这3个人拢互海涌架起，其中2个人有救起来，另外一个细老的高中生要失踪，也未找到人。空勤直升机伫天顶咧飞，搜救大队的球灵船伫海上来回敲吹，救援人员落水搜救，甚至出动空中摄影机，想要找找失踪的细老的高中生。星期三下晡3点外，一个姓刘的高中生甲2个朋友相约到台北的新贵沙埔佚佗，想要到拄到退楼，疑似互大兴带向外海，收袂转来。3人是赶紧喊救命，现场民众看到斗阵将2个92年厝的朋友救上岸。2名友人刚好被过的民众救死，那1名高中生不幸遭海浪卷走。那消息接获报案之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那除了海巡署还有空勤总队以外，我们一共出动了92名的警力加人力。新竹县消防局甲协力单位总共出动2只船艇、6只球灵船、水上机车，还有直升机、空中摄影机，伫现场找找失踪的姓刘高中生。失踪高中生的家属也伫岸边点名咧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恒大今年3月有抓到一个洗钱的集团，洗钱的金额有51亿。出动时是国内第一只电子侦测犬 Wafer， 伊伫咧现场找到2支关键的手机仔，帮助破案。这只侦测犬是美国训练送予台湾的，未来继续协助警方找出所谓犯罪证据。警察看这只乌狗入去嫌犯厝内面搜查，狗仔偏偏的就随找出物件。嫌犯是利用徛家厝深入跋筊洗钱的网站，初步估计集团洗钱金额有51亿。这个帮助破案的上大关键，就是这只乌狗 Waver， 伊伫现场找出2台手机仔是重要的证据，伊也是全台第一只电子侦测的狗仔。搜证多时。伺机破门，同步执行搜索，一举破获3处的据点，并透过宝山总队电子产品侦测权 Wafer 金源，在现场找寻藏匿之电子产品，起获关键施证。Waver 是一只2岁拉布拉多，伊为去年9月开始参与办案，到达成功协助4个案件。警员表示讲，因为今麦性剥削甲人口买卖案件是愈来愈多，犯罪资料拢藏伫电子产品。经过专业的训练 ，Waver 会当找出不管是手机啊、记忆卡的电子产品，伊拢骗会到，帮助破案。储存在一个电子装置里面。但是他们因为它东西小，不容易找到，而且他们容易藏，然后我们一般的人力不一定能够每次都能够找到，所以狗的嗅觉非常的灵敏，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像 Waver 这样的犬只，能够找到我们人所找不到的东西。Waver 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伫去年8月无条件捐予台湾，当初的号名叫 Waver， 是因为台湾生产经验真出名，未来伊会帮助台湾做伙阻止所有的犯罪。记者张义辉、顾朝阳高雄报道。今年3月，宜兰有一只流浪猫仔去互车搞死，家属的态度煞是真歹，想要直接做伊走，落尾阁留一支假电话。民众都去动物防疫所甲检举，防疫所即阵是依照动保法，甲这个驾驶罚15000块，另外阁加3点钟的动保演习。这是宜兰第一例因为教死动物互开罚单案件。一台车驶入行内，速度正紧，佮故意靠路边，教死伫路边休困的流浪猫仔，女驾驶互人查落来，告知煞一直要离开，佮留假电话号码。
优秀者平常时就伫巷内底为这流浪猫绑起来分卫生，甲人用共存。想要到姓林的女驾驶教新猫啊，毋但无欢喜，态度阁无好。优秀者提证据，阁去动植物防疫所。第一个是我们认为说他在行驶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减速，而且是刻意开向路边。再来证人，叫你停下来，跟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完全让人没办法接受。动植物防疫所照违反动保法罚1.5万，加3点钟动保讲习课，正做宜兰路杀动物开发第一例。不过这案件举证过程无简单，检举人走15座公部门甲2摆病院才换来迟来正义。伊呼吁公部门爱加强动保意识，熟悉相关法令，若无就要有专门的部门来处理案例。那还是要呼吁民众说，如果在路上看到动物受伤或者撞到动物的话，还是要尊重生命。那在停车下来看或者通报我们防疫所来处理。动植物防疫所表示，因为宜兰是第一例开发，审查过程爱严谨，除了考虑行为人涉犯动保法过失伤害致动物死亡以外，也参照行为了后态度，呼吁民众若无涉及高伤动物，第一时间爱停车查看通知动防所、警方等待相关单位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伫4月初发生大地震，这山区的土沙、石头拢邦邦落来。最近搁连续几日刚上大雨，这溪水是落甲净水场管线拢塌掉咧，就要等到这土沙沉底才有法度送水，所以这自来水是无法度正常出水的。地势有2万外户是减压供水，甚至是停水，实在真无方便。这是专门供应花莲北区用水的沙不当净水场。若落大雨，山区土梅沟水规个冲落来，变2000外度的落水，互净水场的水规个拢落去。这种的水若流出去，管一定会塌去，都要等候洗清了后，才会当供水。强降雨之后，原来整个沙不当溪大概在2至3个小时之后会恢复哈，但是我们这4次的观察，有发现说一次比一次恢复的时间更长的现象，而且一次比一次水更浊的现象。台水公司讲，为4月初3地震了后，这种的情形愈来愈严重，甚至有当时都要等1-2天才有法度供水，影响北区差不多2万外户民生用水，用户爱先分区降压，甚至停水。它主要是大部分的吉安以及花莲，平时它的一个出水量，以往是在4万到5万的出水量，那现在因为04、03以后，那我们出水量大概已经减少一半。地方烦恼停水恐惊变成事实，要安怎开发水源是重要课题。可以看到其他县市也在做地下的一个地下水井的抽取，来做相关紧急战备使用，而非经常性使用的一个状况哈。那也许它就可以帮助花莲来做相关应急的一个解套。台水目前敢若会当先伫受影响的乡镇设13个临时供水站，不过开发清水井恐惊还会面临部分民众反对的声音，也需要甲地方召开说明会甲协调会。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北地区有一间幼稚园，因为冷气歹去，致使这囡仔是热甲生肥啊，绕甲流皮流血。家长讲，甲幼稚园反映嘛无效。不过园长是解释讲，因有收到反映，就随装这水电风来改善啊。相片内底囡仔的手甲颔棍啊，几个所在拢起裂啊。家长甲机关投诉讲，伫北地某一间私立幼稚园，若像冷气故障，致使囡仔热甲起裂啊，还佫照甲破皮流血。甲园方反映嘛拢无改善，而且想袂到讲，因竟然是建议转去别间学校。教室内闷热的状况已经持续了1整个礼拜，室内温度达28度，冷气调到16度，但还是一样没有降温。其他的楼层最高状况还出现高温35度。在角落的那个部分原来是28度，但是经过就是改善之后，它现在已经调到26、25度。吴庆辉表示。来投诉的妈妈伊讲，伊的囡仔进前无去过猎物，去幼稚园就生甲规个。另外嘛有老师私底下甲家长怨叹讲，教室有影是真热。迄人园方回应讲，家长反映了后，就有随装水顶设的电筒来改善。针对某私立幼儿冷气疑似故障，教育局已督导该人尽速修缮完成，并派人到园了解改善情形。应该要穿着比较浅色、宽松、比较容易散热的衣服，然后尽量避免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活动。针对天气烧热，要照顾幼囡仔，小儿科医师提醒，冷气的温度尽量开伫26至28度，避免室内室外温度相差伤大。
也若活动完前后，拢会加补充水分。也若教育局嘛下令，予各幼儿园冷气都要设定伫适合的温度，而且加上电风来辅助，避免室内伤热，嘛要保持通风，注意囡仔身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烧热，都有真侪游客会去南投的溪头比热。不过民众看到这大头番仔讲要拜山神，伫咧步道边仔草埔烧金纸。另外，彰化市的儿童公园是有查甫囡仔甲车马带入去沙埔内底，差一点都害人着伤。来来去去林间步道边的草埔啊，所有民众发现有人伫遐烧金纸。袂当烧金纸吧？安尼尔无爱啊。危险啊！刚来哦，危险啊！刚来，见了山神啦。查甫人跪落来苦苦哀求，强调家己是个敬神尔尔。毋过民众也是会烦恼造成火灾。至少有民众伫溪头步道看到有人烧金纸，随通报园区。园区表示，依照新立法规定，若准有引火行为，通罚12万到30万。也考虑到查甫人的行为是小可代志，暂时先甲警告。看他的当时的行为啊，是不是有造成延烧啊，或者是你有取附近的枯枝落叶啊来进行焚烧，而且有造成蔓延。另外来看彰化市这大儿童公园，有民众看到2个囡仔甲竹签仔带伫咧酸刷的骨仔内面，安怎苦劝也拢无效，就录影铺上网络，提醒其他家长爱注意。公所人员连续几多天到现场清理，也是会当找到签仔。哎呦！哦，真正有一支呢，真正有呢。哦，啊，这就是真正吼，食米啊吼，用这祖先食的，啊，真正平爱食。除了签仔内面还有粪扫，甚至是尖尖的树枝。彰化市公所表示，除了考虑设告示牌提醒家长注意，也会加强摒扫。其他家长就表示，除了提高警觉，也会提醒囡仔唔通碰车卡，才袂受伤。有那个伤害身体的风险，所以伤害到别人。这个行为可以要求父母要加强亲子教育，教育孩子健全安全的概念。律师表示，若是造成其他人受伤，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就刑事甲民事责任。就算目前无人受伤，主管机关也是会当请社会处加强家长的亲子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北区伫咧6个公园放鸟头鸟的装置艺术，今年佮配合建设400栋的活动，甲装置艺术穿新衫。想袂到有民众暗时啊看到全撮一条，毋过当地里长是强调讲，这个造景其实已经放6栋啊，里面大家拢学了，毋捌听人甲嫌过。民众暗时经过台南北区华德里的公园，向互设置树仔顶的鸟头鸟行一条，伫网络看闻质疑这的装置艺术奇怪，佮惊人。看到会觉得，就是好像几个人站在那边，但仔细看就觉得不是人这样子。对，会有一点，就第一眼会觉得有疑惑啦。我不予置评。不予置评哦。晚上会不会觉得有点？我晚上比较少出来。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公园的装置艺术伫网络引起讨论，有民众讲确实会惊一条，有民众感觉袂。事实上，台南市北区华德里6个公园6年前就拢设置这种真有特色的鸟头鸟，最近佫因应台南400甲设计新衫，即马所传出有人暗时啊互惊一条，里长是真无奈。说都没有文化，也没有历史啊，一般大家的公园都是体健设施还有游乐设施，那。我的构想是说，把公园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公园。因为6年了都没有人讲啊。其实鸟头鸟对规划设计到设置，拢是这个有40多年有够经验的里长家己做的，嘛创造地方特色。6年来，附近学校社区拢真热闹。过去佫捌办过鸟头鸟计划活动，这届会伫网络向引起讨论。里长恐惊嘛了，想袂到。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咱台湾当年有7000多人因为肝癌过身。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当年拢会办免费的体检活动，呼吁民众爱定期来做北斗的超音波检查，才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另外，基金会嘛希望民众会当捐钱来支持偏乡的免费检查。就很感谢的，很庆幸啊！我现在还站在这里的话，就是感谢那个肝病防中心，今年超了没有这个活动啊，所以我才能在这边
朋友郭先生甲伊的牵手真感动，嘛真感谢，因为因去年参加肝病防治合作基金会所举办的免费在检活动，郭先生才发现讲伊的肝有9公分的肿瘤，赶紧去病院接受治疗。伊讲过程就若亲像咧做梦共款，因为肝癌初期拢无镜头，医生嘛呼吁民众会当善用医疗资源，定期检查，量早发现。我们肝脏没有神经，所以我们肝脏一旦不舒服，就来不及了。除了肝癌的问题以外，肝硬化、肝包油、B 型甲 C 型的肝炎，嘛一直是台湾真接看到的肝病。不过，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台湾慢性肝病一定排除伫10大死因以外，也拿肝癌嘛对癌症10大死因的第1名降到第2名。我们有2种哈，一种是国人10大死因，这个是癌症是占第1位。那等一下在癌症我们再分出10大癌症死因，所以我们的慢性肝病跟肝硬化呢是排在国人10大死因，原来是第6位，但经过这么多年呢，慢慢一直下滑，到去年变成第11位，今年是第12位。肝病防治合作基金会嘛，呼吁4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逐冬拢做一摆腹肚超音波检查。若是有 B 型甲 C 型肝炎带患者，是建议每8冬就要做一摆腹肚超音波检查。基金会指出，国内 B 型肝炎带患者大约有160万人，慢性 C 型肝炎患者大约是40到60万人，拢是肝炎高危险族群。定期检查才会当量早治疗。记者陈阿选柯敏哲特别报道。台大病院伫2011年投稿论文，讲针对脚腿动脉血管的疾病，提供线顶的照护服务，提升居家照护品质，就会当减少并发症的几率。今年美国心脏学会就参考台大这项成果，甲线顶远距离的照护列入去脚腿动脉血管疾病照护指引。脚趾头那边，突然有一天变很肿。很肿，然后一开始肿，后来变黑。陈先生的爸爸超过90岁，进前倒脚趾头有空喙，肿起来够烦恶。顶个月到台大病院，发现是因为周边血管疾病，导致脚腿血管未通，空喙状况变歹。手术了后返厝，透过自费的远距离照护服务，伫厝内也有那像伫病院的照护品质。我们一直认为说，只是一个单纯的脚趾的问题，后来才发现到，原来是因为他的下肢，等于是他的左腿这边其实他是血管是不通的。你大概很难想象，一个只是脚有伤口的病人，有血管阻塞的病人，在半年之后他就会死亡。台大病院讲，脚腿动脉血管疾病这款周边血管疾病的病人，较会因为空喙爱截肢，甚至有性命危险。即时的远距离照护透过机器，让病院的医护人员随时知影点出病人的身体数据，也透过手机App 以人工智慧判断病人的空喙状况，知影敢有需要随登去病院回诊。台大病院目前有7000个各款慢性病人正在使用这款服务。5000多位的病人里面，最主要以各种各样的慢性共病，包括心血管、脑血管，还有我们的肾脏病、胸腔科的疾病，还有各式各样的癌症。可能会导致居家照护健康危害的，我们都一律鼓励。台大病院发现，返厝配合远距离照护，凭一般返厝家己照护，会降低其他强病发生的比率。2011年发表论文伫国际期刊，今年美国心脏学会的脚腿动脉血管疾病照护指引，也随参考台大的成果，将远距离照护列入标准治疗。台大病院讲，远距离照护是未来的趋势，会建议所有拄出院的病人，拢使用这款服务，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台南的安南区有一个天马电台，较早是中央广播电台咧用，不过电台迁走了后，才就无搁开发啊。地方这10几年来是推展公民运动，毋若成立乐团，嘛为家乡写歌，到当时拢毋捌登过。即马伊若当咧联署，要争取甲天马电台基地变做国家级的台语文化园区。一句一句唱出因家己的力量来普及的心情。去年台江建庄200档，因办台江的念歌诗，搁以做伙来唱台江歌办发表会。等以来，一群人用台语写词普及来记录家乡。不止在地人，是外地人来这搭学曲，买当家这拢写做歌曲。互伊咱像文字安尼流传安尼落去，一代去传一代。我嘛希望我后一代囡仔会当知影，阮透过阮写的歌词，去了解咱即个
故乡的故事。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参海尾寮雕风奖合作，发起大庙行蚵，这18冬来杀一串一庙一角团，佮有作曲班，甲大家佮合作伙共心守护在地根，嘛形成大江文化运动。这阿公阿妈吼，大哥大姐们，因拢是毋捌音乐的人，啊，拄啊好大庙行蚵有开这个作曲班，啊，因来报名了，因嘛想讲家己拢做袂出来，我会叫因去思考讲，你有这个真的故事会当写，你对细汉到大汉，你从大江这片土地，你有啥物连接？这就是一个足大的力量，会当来恁这个在地真正的文化，吼用写歌的方式啊来呈现出来。大江是台南安南区古早的名，123年闸门溪改道冲入内海，形成大江16寮湿地型的砖头。文化生态甲语言，遮拢真多元。毋过有台语老师发觉伫教学现场，母语传承有危机，无抢救恐惊爱面对严重的世代断层。一礼拜正40分钟，啊，就是一节的时间尔啦。啊，所以无够上，必须得爱有一定时间外的教学。咱也伫即搭遮设一个遮好的场所，有文化、有历史的天马电台，的大江内海的中心点。啊，这条才上介好个呀！天马电台就伫大江内海的中心点。民国58年，中央广播电台台南分台就起点遮。106年正式刷走，过当年市府接手来招商，甲土地变更做创意文化专用区。毋过，几若届拢无成。即马地方有团体咧联署，争取国家级台语文化园区，甲公司台语台总部设来遮。有学者讲，即搭确实上界下输。台南400年哦，地成功的辅助的，地基隆啊、地成功等等，因迄大省呢，哦，拢伫台南哦，啊，为迄个岛风内海啊，甲大江内海啊，这是一线，伫推动啊，伫策动，也是这线呢，哦，爱甲继续啦。伫迄个文化创作啦，伫台南拢有遮大表现，设咧伫遮呢，会当发挥伊重大的作用。其实因过有袂少人提出意见，只是见摆拢有头无尾。市府112年甲土地交转予中央，咱也是去探讨是安怎头仔兴趣尾仔冷冷的关键原因。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第35届团结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昨公布啊。戏剧表演类的特别奖是推出戏剧艺术半世纪的北艺大名誉教授曲坤良得奖。曲坤良伊除了做研究，佮写剧本、做导演，是下领域的戏剧人才。第35届传艺金曲奖戏曲类表演特别奖得主邱坤良老师，恭喜！第35届团结金曲奖戏剧表演类特别奖颁予顶进推出戏剧研究、推广半世纪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名誉教授曲坤良。曲坤良除了做研究、推广戏剧，也写剧本、做导演，是全方位的戏剧界先辈。台湾从事台湾戏曲表演工作的，那没有人不可能不认识邱老师。那邱老师从民国应该60年，大家可以知道那时候的政治环境、表演文化的环境里面，要去从事研究台湾戏曲这样的一个对象，其实相当不容易的。也拿最佳演员奖的入围名单有歌仔戏演员郭一焕、美雪，成立歌仔戏团的李静芳、邓美云，还有国光剧团的陈清和、黄武林入围。上大奖最佳年度作品包括邓美云歌仔戏团、台北海鸥剧场、台北木偶剧团、腔剧场甲江之翠剧场合作的戏，秀琴歌剧团，还有永兴客家彩蝶剧团的戏剧作品，这届拢入围。今年呢，其实呢，戏曲类虽然只有10个月的报名，那增加了15%的件数的比率。现在我们更有计划，而且也更鼓励呢传统看家的，或者是新编的，甚至于是跨域的，我们有过去传统的丰厚经验的累积，以及时代新生命的力量。团结中心表示，今年团结金曲奖戏剧类的报名数量有315件，平顶届275件，增加40件，显示传统戏剧一直有新人加入，等咧活泼发展。这摆团结金曲奖8月31日伫台湾戏剧中心举办，有网络甲电视台转播，共同见证传统艺术的水。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这2天台湾各地头甲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尤其是大台北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若东南部、恒春半岛甲偏湖会落地渐好。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
中部地区31度到35度，南部地区32度到36度，东部地区30度到34度，华岛地区29度到33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